公布说什么那个空床数哦，阿达嘛空过力，他妈你不要坐在办公室看数字啊！我跟你讲哦，像那个公布说什么那个空床数哦，阿达嘛空过力，他妈你是怎么可能嘛？什么几百床空床？你到第一线去问就知道了。我不是讲过吗？到那个医院的急诊处门口站一下，到那些专责病房的那个门口站一下，你就知道现况了嘛。我看，当然我们说，如果说台大院长都会出来讲话，然后一些医护人员都第一线的都会出来讲话，你中央政府拿一张报表在那里是吧？而且那个只要稍微有常识就知道，不可能有几百个空床嘛。所以我都不晓得那个数字从哪里来的。演习哦，分3个层面的。第一个层面就是找一些专家来嘛，先拟定计划，再来才是桌上演习嘛，就是实际有关的单位的首长，大家首长幕僚大家一个桌上演习，最后才是实兵演习嘛，实战的一个演习。所以演习有分3个层面的。那当然台北市在过去年你知道也办过这个，一直办到这个桌上演习了，不过已经1年了，你知道哈。特别是这2个礼拜呢，有很多情况都是以前没有实际遇到，所以以前有点纸上谈兵，你知道哈。我们这次如果再做一次，重新再做一次桌上演习会把这1年来累积的经验，还有特别是这2个礼拜遇到的问题，你知道哈，再做一个精进计划。那所以是这样的做最坏的打算嘛做最好的准备。坦白讲我没有想到会这个样子每天几百例这实在是我想都没想到。不过还好，你知道我们当时动作快有把它压住了、撑住了，所以我们才没有搞到说像印度这样，你知道吗？整个这样飙升上去。那所以是这样的我们因为这个并不是说一定要封城了但是已经到这个局面很紧绷，你知道我们还是想一下特别是1年来累积的经验，那这2个礼拜实际发生的状况，让我们再想一下，你知道吗？如果还有问题，我们还有哪些？万一不行的时候，我们还有哪些要处理的？所以，我还是会做个那个精进计划。好的，那媒体也提问到市长，你本周日就要预定要第4级的管制兵推，是因为对未来的疫情不乐观吗？另外，有请民政局做好准备，如果出现大量死亡者，要怎么因应吗？如果有这层考量，是不是因为今天的死亡数字上升，有可能防堵死亡率的提高吗？那不是说对疫情不乐观的就是从实际的数字上看起来，它也没有好转当然是这样的再看2个礼拜嘛我现在看到数字是这样的，万华有一点压下来，可是其他地方慢慢在烧了所以还是要想想看，你知道当然是这样的这个也不是台北单独的事情嘛所以我们先一样，我先做，现在盘整一遍，你知道我们先做个桌上演习有什么问题，我们会跟中央跟新北再去商量我们先把我们现在遇到的实际问题有哪些，你知道？坦白讲这2个礼拜很像世界大战了，这个我也觉得当然是这样，死亡是这样的它慢慢在上升嘛这个也是一样的，因为一般来讲台湾的医疗不是很差不是说你重症马上死掉。通常你重症会插管然后一大堆治疗拖一拖，最后才死掉。所以我们为什么加护病房一直在满呢？因为你就是好的就一直出院嘛那些不好就一直堆在加护病房，到一个程度它就会开始死亡所以是这样。这个现在这死亡数从6一直上升到11、14、19，其实它只是反映就是说这一段时间你知道这些重症病人的累积的。那我还是相信台湾的医疗系统的所以我们会努力的，就是说希望就慢慢可以控制下来，就这样。